嘉义县有一个中国配偶，伫个居家检疫的期间，竟然阁走去公园散步。县政府委原谅咯，佮重罚15万。画面内穿粉红色衫的女子坐机车出门，这个画面是顶个月中发生的代志。这位中配女子对乌南等来嘉义，必须要居家检疫，高拍走，当时被嘉义县政府开罚5万。想未到不到半个月时间，佮出现另外一件，是伫嘉义某一个公园内面，这位中配女子14天居家检疫的期限还阁伫咧。就去报外边散步，被民众翕来报案，经常出现中配无守规矩的案例。嘉义县府决定祭出最高罚则15万。只要有接收到检举，或是我们了解有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就马上做相关的搜证，然后做裁罚。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个个案，所以我们就马上用最高的罚款来加以这个裁罚。县府重罚就是希望居家检疫者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大家。委屈一点，然后在家里面，那真的14天，那没有状况以后，那我们才可以到外面来做相关的走动。希望最高罚款会当提高警戒，人家防疫当作无要无紧。